台南市警察局加强交通执法，半个月以来，伫90个较危险的路口抓到9000外件违规，无让过路人的就占592件。若抓到上济是伫北区中义路甲成功路口，这个所在就是顶礼拜3岁查某囡仔轰动死的地点。 伫台南市北区的中义路甲成功路口，车牌者因为发生查某囡仔车祸死亡的案件，警方即马扩大执法，因为这个地点嘛是路口车无流人处理案件上济所在。针对车辆未礼让行人取缔592件，其中以北区成功路与中义路口22件最多。 另外，处理第二个路口就是咧北区小东路甲胜利路口，因为这边仔就是生态病院，人甲车拢搁较济，车的流浪的状况虽然最近有咧改善，不过长期来讲，明显搁需要进步。所以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说车辆比较会让行人？有感觉到？大家看到斑马线都会先停下来，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改善方法，应该从根本去。方便，因为 行人要走穿越道拢较慢啦，因为伊开车人拢较紧。伫这半个月内，台南市警方专案特勤，伫90个危险路口，包括路口车无流人、无停货路口、无照车路的标示、标线行停才个使，林园道违规临时停车，搁有处理车路障碍等4大重点，拢总抓到9117件违规，其中路口车无流人就占592件。 那我们警察局也跟交通局密切配合，会针对旧城区的部分，在6月底之前完成事务处设置改善行人专用号志10项。那本局这边也会持续加强路口未停让行人的相关的执法作为。这其中各有几个严重违规的路口，拢搁是人济所在，尤其是上下班时间搁较恐怖。警方嘛要针对这90个危险路口，建议交通局来设过路人专用灯号，希望用1个月大执法，达成教育宣导的作用，避免不幸的事件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